苏州城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。漫步在古城的街道上，每一块青石板都诉说着一个故事。这里有着保存完好的古建筑，有热闹繁华的商业街，还有安静优雅的住宅区。苏州城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，高耸的写字楼，宽阔的马路，带来了苏州的蓬勃发展。这里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，有苏州工业园区，还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和娱乐场所。苏州园林甲天下、拙政园、狮子林都是著名的园林，这些园林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美建设得淋漓尽致。苏州园林正在精巧的设计、优美的景色、文化内涵丰富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苏州的美食也闻名遐迩，苏州面、苏式汤、苏式糕点都让人垂涎欲滴。苏州的糕点更是名扬天下，有苏州月饼、苏州糖果。疫情后的苏州城更美丽、更迷人。欢迎大家来苏州旅游，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之美。那就上那边。顺生园，面包，手撕面包。小三儿，这你看晚上可以来购物。这是那个什么呢？直播小广场。那你直播呢？松鹤楼、德悦楼，对，上德悦楼。
人假的。